後來講，中國的解放軍甲印尼的海軍艦艇8月中旬要到台灣的東部海峽舉行着通航演練，咱的陸委會是表達強烈譴責。另外，國軍的漢光演習佇馬祖展開着火炮射擊實彈操演，場面真震撼。以數控炮發射，拍到海沙堡的目標，火光衝上天，再起馬祖炮聲轟轟叫。模擬敵軍攻擊的馬祖，馬航部佇寬山野區公武營地等等的所在駐守，包括以數控榴彈炮、155加農炮等等各種的火炮，也有無人機操演，呈現整肅滅敵的能力。另外一邊，一台阿帕奇暗號2台烏揚直升機降落的所在，得佇政治大學，6項特戰人員前往戰術地點，對傳統的火力到科技裝備攏有演練，追求實戰的氣氛。嚴格到佇漢光演習操演的同時，中國國防部官方網站向上發布信息，中國海軍紅河艦要佇8月中和印尼海軍來回護衛艦佇台灣以東的海峽舉行通航演練，重點是通信的操演，也有演練海上的補給。所謂來號的護衛艦，事實上它是2500公噸排水量。那搭配各式現代的作戰系統。那中國海軍的紅河號則是054級的這個巡防艦，就是一種所謂的這個預演也是搭配它海警船的活動。專家分析，中共可能會配合海警船，想要達成軍事威脅的效果。針對共軍要佇咱國東部通航演練，陸委會也針對這個條款的措施表示嚴厲的譴責，呼籲北京當局須停止這個迫害現狀的危險行為。